来到宜兰，我访问嘅係民進黨提名嘅也係上嘅競選連任嘅鄉議院長林春賢，院長好。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县长，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您执政这几年，在客家文化相关政策上，您最着重的是什么？有做到了些什么？我上任以后，我觉得我们既然要重视这群客家的乡亲，那我们要成立一个特别的专责单位。那过去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民政系统在在其他的业务来做承办。那我上任以后就特别成立了一个客家事务科，好，那专责的单位，我们科长还特别找了具备有这个客家血统或者是懂得客家文化的这个同仁来担任这个相关的主管跟业务。那同时，因为宜兰县也有客属总会分别在三星或者是东山或者是我们大南澳地区有一些他们特别重视客家文化的这些老一辈或者是我们也文史工作者，所以经过他们的特别的呼应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相关的政策内容能够来特别尤其是中央这几年也有一些对应的，比如说三大节庆那我们县政府也积极配合这三大节庆来办。那宜兰因为分布地域的关系，着重都是在三星、东山或者我们一部分是在苏澳。那我们就宜兰办活动一向，我们都会跟在地的农特产品或者节庆一起来做融入。所以这几年的这些文化寻根跟对这些文化客家乡亲的这种认同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办了很多活动，让他们来参与。我们很多客家乡亲，他们都是从事农业，农业也是环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宜兰的环境其实，我们住在台北人就会知道，其实很多人在周末假日很喜欢来到宜兰，觉得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很清幽，然后觉得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会很好。但是除了环境的维持以外，其实您包括这次的选举，就是您的对手也会提到竞争力的部分，就是维护环境跟要提升竞争力，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矛盾？是觉得很难去达到？然后您接下来要怎么去做的？我们应该先从所谓竞争力，它很多硬指标的这样的一个设定那在宜兰的先天条件，它就原来就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在宜兰长期的发展，我们一向有自己的坚持所以我们这个定位就是为宜兰发展的定位发展非常的清楚。那如果说我们宜兰那么早就拒绝了污染性的工业，所以那个部分的竞争力我们是宁可不要的。我们重视的叫做永续发展，因为永续发展就是说一方面有人要追求速度比较快的，可是那个牺牲会很大。那我们要追求的是速度比较慢的，然后是环境的承载力，在土地的正义、世代的正义都能够兼顾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容许说我们可以想得更清楚。所以就算经济发展的压力那么大，在您的规划里面，观光加农业其实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县市的主要的产业的吗？如果我们对应现在看，大家比如说最近大家很担心的食安问题，那食安问题如果说我们依然把环境保护好，把这些产业把它配置好，尤其是农业，那民以食为天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有好的农特产品能够又这个达到一定的这种品质，那我们又接近大台北的生活圈消费市场，那他们的价值一定可以来给予确保。我们一向对现在县政的发展，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比如说我原来这一任提出来是幸福立县我们希望能够建构给大家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里面我们有6大面向来涵盖。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阶段我们觉得宜兰整个课题的掌握跟我们的准备，
都非常的成熟，虽然很多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往下的走的部分，我想我们还是要呼应现在全球化的经济，大家关心的其实是公平正义、分配正义的问题。然后现在全球化的经济大量的开发，好，那台湾也面临的一个就是觉得好像要注重世代正义，要很多的事情要能够永续，不要继续这个花光子孙的钱。然后再来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好，那这样的话包括很多社会福利的面向，少子女化或者是高龄化社会，依然高龄者已经比例非常高了。我们怎么样建构一个这个因应新的12年国教，家长对于教育系统这个不信任，那宜兰原来这一个部分我们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很早就做实验性教育，我们希望在宜兰打造一个非常适性或者是多元教育的内容，也能够吸引教育移民。那再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种宜居的环境，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大家很重视安全不管是极端气候的安全，或者是都市防灾里面的安全，以及各种生活内容当中包括治安，包括饮食的安全。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宜兰都可以发展成为可以让大家选择想要一个宜居环境的一个这样的规模的城市我们也不贪心说我们一定要跟大台北一样要跟它一样的竞争力。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已经选择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内容，那样的一个这个指标是很难达得到，但是有舍有得。